你仲係唔係經歷緊呢啲情況？明明學過髮型基礎班，一 set 頭就手忙腳亂，有90% 嘅人都忽略嘅 set 頭致命傷就係基本功。我係化妝導師 Elise， 基本功未做好，再學難度更高嘅髮型，只會一直樽頸。你需要嘅唔係更多技巧，而係鞏固基礎。髮夾落得多就代表越實淨，落得多不如落得啱。要明白髮夾嘅受力點同埋手指嘅配合先係關鍵。捲髮永遠捲唔亂，唔識分外捲同內捲，又唔知咩情況下用，關鍵係手腕嘅轉向同埋鬆捲嘅時機。刮髮望落好簡單冇技巧，如果唔明白內層支撐理論，你只會得出一個 K 型頭頂。工具係唔係越多越好？你見我成千上萬嘅作品，冇一個作品用咗風筒同卡文捲打底，依然做到胸係蓬鬆飽滿咁髮型，全靠一支離子夾。用離子夾打造隱形髮根支撐，一堂3小時嘅基本鞏固課程，用最簡單嘅工具打造最高效嘅造型。唔好再俾繁複嘅工具綁架你個化妝箱，名額得6個咋，唔需要重新學全套，淨係針對你嘅死穴位突破樽頸。想攞課程優惠，留言報名即刻 send 俾你。